用茄子培育幼苗培育幼苗用的水果好多种香蕉啦，什么还是凤梨啦，还是奇异果有没有？木瓜啦软软的啦，番茄啦，你看葡萄大概也有嘞。这个茄子你看挖了一点点，然后有用那个芦荟芦荟有刮一些进去，然后这个是鸡蛋，竟然可以培育幼苗。你看有没有看到芦荟啊？神奇啊！这样怎么会长根呢？神奇啊，神奇啊！这样会长根。